政府吼，这个消防公车对咱新化地区吼，尤其咱大坑里、跟大坑里吼，这甲偏远的中部时段吼，若要就医，还是要去咱新化街啊，还是要往咱市内吼，当然是真好的一个施政的措施啦吼。为咱这个山区的偏远地区来做了这方面这个交通，带来互咱这山区这个老伙仔真大的这个方便。有真侪所在吼，必须要是毋是搁干提升一挂，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据点呐，爱来扩大，爱来增加。我们把原来的绿14跟绿15的2条公车路线，把它变成是小黄公车路线。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居民的需求会非常的便利哈。那小黄公车的特色就是，它有预约班次，所以除了我们保留原来的这个尖峰学生比较多要搭的这个大车班次之外，把离峰的班次通通变成小黄公车。另外是因为变成小黄公车，所以在这些固定班次以外，就可以来预约搭乘。刚刚沿路从172线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非常狭小而且弯弯绕绕，确实我们用计程车的车型来服务是最佳的，而且效率也最高。那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在上半年就开始规划第5期的小黄公车路线，总共会有11条。那都开通之后，会把行政区扩展到27个行政区。咱这小黄公车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班次，就是甲咱一般坐公车相同。哦，你当站牌仔看时间表，时间到的时阵车驶来，记看到这个小黄公车的牌仔，会记甲下手，车就会停来，互大家当来坐。哦，第2种呢，会当来用预约。若要预约咱小黄公车，就是上班前一天下晡5点进前，哦，打电话来咱这个公车的公司，哦，就会当2个人以上，就会当来预约订车。而且咱站牌1公里以内，可以当到府接送来服务，哦，非常的方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小黄公车的好处，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次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是计程车的服务，这个公车、大巴士的收费，对环境也好，减少排气减少废气。那对这个消费者也好，因为他们的享受会更舒适；对业者也好，因为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对政府也好，减少碳排，大家都高兴。所以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政策。台南市的公车、小黄公车的覆盖率已经高达超过92%，达到公路局的标准了哈。那我们是从55%哈，从108年从55%的覆盖率，一直到92%。这几年来，交通局的努力哈，大家都看得见。那也感谢业者的支持，更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经费的支持，让中央跟地方协力，提供民众交通的便利。希望小黄公车的政策能够持续，让服务更多偏乡的民众。大家好，我是柯万金，欢迎收看12月2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立法院日前3度通过财违法，地方政府统筹分配税款增加3757亿。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27号召开记者会小厅，国民政党外乌，结果互基进党台南市议员李宗麟摕到挑战书，冲入会场呛声，引发双方冲突。财政收支未分化的修正案20号立法院3读通过，地方统筹分配款将增加3757亿，其中台南、高雄甲屏东拢讲对南部无公平，但议会国民党团却认为修法进程，中央甲民进党家己无要提修正的版本，却刻意来抹黑、扭曲相当的无公平。加上国民党团的记者会中，却被基进党的议员李宗麟摕着挑战书来呛声，双方一句来一句去，甚至引发肢体冲浪。尊重好不好？不尊重好不好？来啊！我很简单，请国民党接下战帖，我们找时间公平、公正、公开的来讨论。你不要在那边做事，你一点尊重都没有。拜托，知道吗？你们党中央连让人家开会机会都不给呢，卖国！
来，请问还没有处理？卖狗，请问还没有处理？出去了，你出去了。我们借的时间你来干嘛？不要啦。尽管基进党的议员认为在违法对着南部人无公平，但国民党团的议员认为在政收支违分法早伫赖总统担任台南市长的时，就认为无公平，需要来重新划分。但经过这么多年，中央还是无提出新的版本。现在三读通过，台南增加163亿，对着地方的财政还是有帮助。中央要下放3757亿，给地方，台南市个分163亿。这用最基本，你读幼稚园袂晓去听吗？用最基本的观念，看不透吗？是只不过在争取讲，别个县市分啊多，咱的台南市分啊少，好安尼我接受。当然，在咧分的过程，中央他们要听取地方的市长，因听出安怎分，我唔知啊。可是我知影讲台南市加分163亿。就是对咱民众就是好的嘛，未来咱的建设，咱的计划有一个着落。已经通过，我们试着尊重，希望他们对外在宣讲也好，或者是在解释也好，希望不要误导，也不要去栽赃，也不要陈述不实的事实，那这样对社会的成本太高，这样子会造成更多的社会的对立。希望大家能够严守纪律。因为基进党的议员李宗仁突然现身，引发在场国民党的议员不满。国民党除了要求互相尊重，伊嘛尊重无同的意见。会中甚至请主委前要来将人请出去，最后这是由罗坤浩将人来塞离开记者会现场，会议才来顺利进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全国上水山拿顶节台南农家空山节将于28号开始，今年迈入第6届。为了测定团队，除了有13组大大小小作品外，佫较是头一回在山拿内设立6公尺的沙幕，咱做伙来看卖。每当上受到欢迎的龙徛光节空山节，将伫28号正式开幕，邀请到10组艺术家、甲社区居民、地方团体、成功大学、台南艺术大学合作，创作出13组作品。台南市长黄伟体特别来做宣传。龙旗光节是一个付费观赏的光节，所以说能够在这6年来屹立不摇，参观的人次越来越多。那当然有一些票箱收入，我们深感荣幸啊。它的特色就是跟山势、跟山的山路能够结合起来。那5年来跟现在的团队就有不同的一个做法。活动迈入第6届，新的策展团队以沿途新生做主题，替龙徛再次注入不同款的艺术氛围，唔那结合音乐，也个头摆加入科技活动。这是全台首创的创新哦，那我们把它拉到了山林里面。那我们这次拉了6米高，那这一个动画呢，它其实是沉浸式的一个互动。拢有用到咱在地安尼的资源，今年当然伫咱入场，大家拢有一个小提灯，这提灯嘛是拢咱在地用咱的竹仔来制作，互每一个游客来到遮拢会当体验一下咱在地的特色。展览嘛融入地方创新，互参观的民众看到龙徛的水。这摆展期一路到明年2月16日，欢迎大家前往参观。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因为信众的力量，互南西信济宫为买地甲中间只有开短5年。26号下晡举办信大例会安坐大典，邀请各有宫代表、市府人员、民意代表等等贵宾，共同见证南西妈日新厝的欢喜。南溪圣济宫香火鼎盛，信徒遍布全国各地。主神妈祖在5年前降价指示重建庙宇。南溪圣济宫主委张惠芳、副主委张英山从那时起便积极运用人脉找资源，并发起做会来启庙活动，号召海内外信众共同参与，总共募得1亿2000多万元。5年前购得这片占地600坪的土地，经过2年建造顺利完工。
南溪圣济宫26日举办盛大的启开金门入伙安坐大典。非常的高兴呢，大家一起呢，跟我们一起的在这边呢，见证我们南溪圣济宫妈祖庙的入伙安坐。首先，我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的设计师以及我们的这个工程团队，如期在我们副主委张一山的领导之下，按照妈祖的指示，一步一步到今天。我们掌声给这些团队一个热情的一个鼓励，好吗？再来，我要谢谢我们圣济宫的委员、志工以及我们的顾问团队，你们的支持，我们今天才会慢慢走到这儿。那也要谢谢我们宫庙代表主事这些主委带领的团队，有你们的支持，还有你们的协听哈，我们今天觉得非常的温暖，才能够今天完成这个盛事，谢谢你们。入伙安坐这天，庙方也邀请安平开台天后宫主委卢有礼、全台西来安董事长曾正义、大观音亭新济宫等数十间有功主事干部以及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共同出席，担任揭牌贵宾。咱圣济宫妈祖庙今仔日议会安坐正式要来落成启用。这是大家地方大家寄望，咱所有妈祖的信众大家寄望。今仔日正式来启用，是不是普声者？咱来祝你讲咱庙里呢，当起这间新庙来报庇咱地方呢。我感觉这是阮咱妈祖大兴新威啦吼。在这个加持之下，我相信咱这个信徒拢会当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圣济宫咱的南西马。今日会当入伙安坐，得到各位嘉宾带来千万的祝福，相信妈祖婆甘愿。那么但愿咱的妈祖婆会当新温河东，新威显现。我今天看到的慧芳姐是感动，因为看到从无到有，从开始奠基到今天的落成，我相信就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一路这样的一个诞生出来，而且这个是一个信用。5天的时间，台1亿2500万，才当起做这个互咱的信用中心，敢会当借大家抱啊声，让咱中区所有。不过伊就强调啦吼，嘛请现场的各位大众小可注意一下，伊讲这1期的尔，各有2期的啦，所以讲爱麻烦大家继续出钱出来。庙方表示，目前南溪圣济宫建设工程已完成80%，但仍需筹募剩余的经费，以便顺利完工。庙方欢迎十方信众来参拜南西妈，拜拜求平安。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北万华有一间由传统早顿店转型的早午餐店，头家是一对母囝，因的手做料理拢坚持无加防腐剂，要让每一位人客都感受到健康加温暖。将含有丰富花青素与膳食纤维的紫薯切块，蒸熟后搅拌成泥状，加入鲜奶。厨房另一头则是在绞肉中加入蛋黄和洋葱末，继续搅拌。一会儿又忙着炒洋葱，准备制作意大利面酱。母女2人默契十足，彼此分工合作，忙中有序地完成一道道营养美味的餐点。紫薯总会，那里面我们上面有抹花生酱。然后还有紫薯，紫薯是我们家自己做的，那我们是不添加半滴水的手做紫薯，然后还有欧姆蛋还有鲜蔬跟我们家自己做的汉堡排，然后比较特别是我们家的汉堡排是自己手打的，那是用新鲜的纯猪脚肉，没有混别的肉下去做成的。那这一整份的这个总会其实很大份，然后它吃起来的话层次感也会很丰富。意大利面的特色呢，就是我们家的红酱是自己熬煮的，用大锅下去熬煮的。那它大锅熬煮的时间都要大概要3到4个小时左右。对，跟坊间的可能是线条的用罐头的比较不一样。就是为了健康我想说制作一些比较健康的产品给我自己的家人，还有每天来给我捧场的顾客吃。我希望他们都能健健康康的。
店里自制产品就高达20多种，都是选用市场新鲜肉品与蔬果等食材制作，不添加防腐剂，甚至连豆浆都坚持原豆磨制熬煮。德家妈妈的坚持不仅影响了女儿，也让每一位顾客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健康的美味。我们真的是几乎每一天都会来，因为我们就在附近工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午餐时间就会到这边来吃。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来，好像会推荐可以吃蛋饼，因为它的蛋饼皮是就是有点酥酥的那种，就不像是外面那种软软烂烂的蛋饼皮这样子。然后它的芋泥紫薯好像也吃过，就是他们都是自己做的嘛，这样子，然后就是吃得出来是真材实料的东西，就是会吃到有一些颗粒这样子，然后味道也是很纯粹啦，就是没有什么加工的感觉这样子。我觉得吃起来比较没有那么负担，就是比起一般外面的早餐店，有时候他们的油会觉得油耗会很重，然后因为这边也是主打它手做餐点，所以我们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同样的感受，就觉得这边的店家很用心在做他们的菜色菜单。20多年前，德家妈妈就在这里经营传统早餐店，每天都工作超过12个小时，身体一度出问题，让她体认到健康的重要。但女儿东丽从小看着妈妈每天早起忙碌，太过辛苦，原本相当排斥餐饮业。看到其实很心疼。当然以前就是会觉得说，干嘛要这么累，就是又要做饼干。以前又有做饼干、做面包，然后又要自己煮酱，然后什么肉都要自己做。那时候就觉得说，你干嘛一样跟别人说，你就自己外交就好了。那就是因为从这个过程中，慢慢的知道说，我们自己手工做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自己看得到。但其实你外教的东西，虽然说就是很方便，可以马上用什么的，但是自己做的，你看得到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可以，没有愧对自己的良心吧，对，然后又看到大家吃得很开心，然后又健康，对，就是有了解到为什么妈妈要这么坚持，就是一直以来有20多样的手作产品。家人尽量来帮忙，他是脸很臭的那一个的，然后直到他看到我的辛苦，然后他也很主动，就是来帮我，然后到现在呢，他很开心的也是开创他自己，像他自己是这边的那个核桃乳酪跟大蒜酱都是他主动要研发的。其实我觉得我虽然生病了。可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没有白活，我给我自己交了一张成绩单，应该还是可以，一张不错的成绩单。因为从一家小小的早餐店起家，然后到现在的有一点点成果的，就是说大家很舒服，可以来这边聚餐，然后呢可以吃意大利面、吃汉堡、吃蛋饼，可以有别于一般的。就外教式的那一种的早餐店。女儿东丽开始接手经营后，除了将传统早餐店转型成早午餐，也努力将妈妈的手作精神融入品牌中。现在母女俩不只是最佳战友，也经常一起研发菜单，讨论店内经营。母女间的情感成为店里最深的根基。德家也，好像就像德家也，因为德家这是妈妈的名字。对，德家这个店名就是妈妈的名字开始，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对，然后这个也有一个就是大自然原野，因为我们家手工的产品都是用自然的蔬菜水果或是肉类下去做的。虽然说妈妈她生这么重的病，但她到现在都还是就是一直支持我的想法，还有支持我想做的事情。甚至到现在，他虽然很辛苦，都还是会陪着我，就是一起面对任何的困难。在这间充满人情味的早午餐店，承载着母女的坚持与梦想，以及对健康的信念。用手做早午餐，等待着每一位客人来体验像家一样的温馨与幸福。谢谢你陪我。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
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高雄车站天棚已经全面完工，预计伫12月28号开放。到时阵民众会使去顶头散步，甚至阁会使徛空中脚踏车。一座连接地面的旋转楼梯矗立在高雄车站中，整座梯身都漆成雪白色的，台东上方布满了云朵般的结构，走上去就像是乘着白色气旋登上车站的空中。接人目前在高雄车站的上方，后面就是可以走上来的楼梯。整个工程已经即将要完工，预计12月底民众可以上来参观，可以散步和骑好车休憩。走上楼梯，整座车站天棚映入眼帘，可以看到已经布满了绿植栽，还有乘阳用的遮阳棚。天棚步道也已经完成铺设，未来民众可以在车站的空中骑脚踏车。以后在地面层的民众可以经由2只螺旋楼梯，还有自行车道。上到我们天棚上面，总共几条道路可以上来？总共有2侧的引道，还有2个旋梯，还有1个自行车道。假如觉得走楼梯不太方便，也有无障碍电梯提供给民众使用，甚至还有可以直接骑单车上去的旋转车道。整座天棚可以横接车站东西2项，西到嫩江街，东到忠孝一路。上面有自行车道跟人行的步道，整个就是贯通整个这15公里多的原道。那全长天棚圈东西向全长660公尺，南北的部分是330公尺左右。这是以后高雄车站到天棚的一个联络自行车道，它用弧形做建造，上面还有做止滑设施。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做这个天棚的成拱效应，它里面跨越3个篮球场的宽度。我们施作的时候碰到困难都一一排除，做的精度也符合工程的要求。目前预计在12月28号开放给民众参观。高雄车站历经多年施工长跑，最神秘的天棚空间终于要开放展示，民众都表示相当期待。哇，在空中骑脚踏车啊，听起来蛮酷的哦，很赞的样子，我会蛮期待的。其实蛮期待的，因为我也是高雄、屏东这样来来去去啊，就看他也这样盖蛮久，所以也不知道他最后会变什么样啊。天棚是全区域开放。高雄车站的天棚工程已经在11月份完工了哈，那目前正在做一些细微的修缮了哈，那预定目前是暂定是12月底之前会开放来让民众能够使用。目前大部分设施都在收尾阶段，交通部铁道局邀请民众开放当天一同来参观。这座城市生态中岛已经逐渐成型，未来将会成为高雄最醒目的地标，成为市民休憩的新去处。记者传君高雄报道。今年是嘉南市建市100周年，市府公布跨年宴会模拟影片，预计有660秒，超过5000发的宴会，加上嘉南的港区大尊明达。陪伴民众迎接新的一年。跨年倒数，绚丽烟火升空，将基隆夜空顿时点亮。基隆的跨年烟火秀模拟影片首度曝光。庆祝基隆建市100年，政府以基隆100迎宾万千为主题，跨年烟火预计释放660秒烟火秀。超过5000发的烟火，历年之最。结合港区的光束灯和雷射光雕，要陪伴大家热闹迎接新年。除了海洋广场，当然除了还有国门广场以及微风东岸。那其实，在我们的主普潭哦，还有就是好时城那边，都是很好的一个观赏景点。因为其实不同的视角看到的基隆的这个烟火的美景是不一样的。这几个都是我们蛮推荐，可以去做一个观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虽然只能先看模拟的烟火特效，不过文管局先卖个关子，烟火释放会让民众有惊奇。烟火的一个释放的一个样貌会比较有别于以往的那种烟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造型，但是因为要
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希望现场说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一次4大主题的一个内容。除了释放烟火，文管局在现场将发送精美小礼物，数量有限。我们活动从11点开始，现场只要到我们基隆旅游网 FB 按赞分享，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手机袋还有小零钱包。那都是限量的，送完为止。基隆100系列活动不止跨年当天有烟火可以看，好事年终演唱会将在21日抢先登场。聚集众多卡司，甚至还邀请热爱唱歌的12强世界棒球冠军球员极力击捞拱冠，一连串活动陪伴民众迎接2025。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嘉南中山路桥最近雷征收变甲非常的清气，市民拢表示对提升市容景观非常的有帮助。串联仁爱、中山、安乐3个行政区的基隆中山路桥，多年前金马影后舒淇曾经在这里拍电影取景，让这个隧道构图充满着电影戏剧感。过去也吸引不少网红来到这边拍照。最近基隆市政府公务处特别进行中山路桥整修，预计在年底完工。对于老旧路桥变得焕然一新，许多市民相当肯定。亮一点，因为之前走这边会有点暗，然后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干净。那以前听说舒淇他们还有来这边拍过影片，好像是。那会不会觉得这边景观其实现在又点亮了，在夜晚看起来蛮特别的？因为第一次走这边，所以感觉比较新奇一点。会啊，太棒了，真的好。你会常常走这边吗？到时候要是出来买晚餐的话，可能会从我家走过来吧。那亮一点比较好哦。对，而且它这样亮亮的，也可以让一些网红来拍照，你知道吗？对啊，就这很漂亮，漂亮哈，拍起来应该蛮漂亮的哈。对啊。当然是比较好啊，对啊，能够有建设，当然是对我们是好的，对对对。晚上回家比较安全的。对，没错。整个中山人行路桥哈，已经过了40年了啦哈因为它整个中山人行路桥是我们中山区到市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行的通道了哈也是很多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哈也是很多外地来的游客拍摄的景点那配合这次我们市长的一个整个市区的一个建筑物立面景观的改善我们中山人行路桥因为年代已经很久了它外观有点老旧了有点破损那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就做一个整个外观的一个改善整个改善的工程的内容包括我们的一个铺面的一个地面铺面的改善，还有我们的栏杆的一个修缮还有我们的铁丝网的更新还有灯具的一个加强把它变得亮一点，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整个外观的油漆做一个重新的原貌的一个油漆的一个整个把它重新的把它油漆起来用原状的来把它油漆起来整个完成之后我们大概年底会完成，完成之后整个中山的一个人行路桥都会变得更明亮整个也人行通行的环境也会更好也增加整个中山人行路桥的寿命希望整个改善完成之后能够赶快还给民众一个通行的空间也希望各位市民好朋友可以来这边拍照打卡。路桥重新粉刷，加上暖色系的灯光装饰，让长廊造型的中山路桥在夜色中呈现另一种基隆之美。相信未来将持续吸引民众到此拍照打卡，也提供市民一个更安全舒适的行走空间。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12月17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金，咱再会。